今次想同大家介紹嘅呢，就係北海道最適合親子遊家庭樂嘅滑雪場啦。咁第一個想講嘅呢，其實就係富良野。富良野其中一個好大嘅優點就係去到12歲或以下嘅小朋友係免費㗎。再嚟呢，就係富良野呢，佢嘅雪道呢，有啲好適合小朋友去嘅一啲小挑戰，例如呢個位於富良野松嘅 Furano Forest。其實就係一啲精心規劃過嘅小小樹林區，即使程度唔係太高嘅大人同埋小朋友都可以入去。基本上10個小朋友入去，9個都會好喜歡，不過就更適合滑 ski 嘅小朋友啦。另一個為雪場增添唔少趣味嘅呢，其實就係 Furano Wave X 啦。呢一條好似 mini gate 咁樣嘅雪道呢，其實呢，佢嘅凹凹凸凸係真係增添唔少樂趣嘅。咁不過呢，單板初學就會難啲，好多時都見佢哋撲晒喺度。除此以外呢，喺雪場旁邊呢，其實已經有好多娛樂設施噶啦，例如好似香蕉船啊、雪上電單車啊呢啲。另外一個好處呢，就係呢，其實因為呢富良野係夜晚都開嘅，所以其實呢，完全可以一家大細由朝玩到晚。幫你啲小朋友放晒電先返去，咁而其實夜晚係真係幾靚嘅，例如好出名嘅森林精靈露台啊。個好處係呢啲戶外設施其實旁邊就係酒店，所以隨時可以返去取暖。最後補充少少，富良野真係新手天堂，因為佢有 Magic Carpet。一來唔使自己行上去，二來如果你係玩單板又未學識單腳落纜車嘅話，你真係會跌少好多次。另一個非常適合親子家庭樂嘅滑雪場呢，其實就係星野圖媽毛啦。雖然星野唔似富良野咁12歲以下免費，但佢7歲以下免費，其實都冚贏好多其他4歲以上就要買飛嘅滑雪場啦。滑雪道設計方面，佢有 Magic Carpet， 所以非常適合新手同埋啱啱學滑雪嘅 BB。如果你係啱啱學 snowboard 單板嘅新手嘅話，咁其實星野有一部纜車，佢可以俾你攬住塊 snowboard 上去。呢個政策其實真係會令到你哋撲少好多。除此以外呢，星野亦都真係人工起咗好多 features， 係俾一啲新手或者一啲小朋友去體驗唔同地形嘅樂趣。其實你都見到啦，佢指示牌啊，跟住然後時不時會有啲公仔喺度同你合照啊，其實都會特登做一個主題樂園咁樣嘅感覺嘅。此以外呢，星野其實亦都有好多雪上嘅活動嘅，例如可以揸車仔啦，跟住亦都有呢個可以喺山頂一路玩到落山腳嘅 snow cart 啦，呢個係好玩嘅。跟住喺冰上面釣魚啊、騎馬等等啦。除此以外呢，星野其實都好多俾小朋友玩嘅一啲活動地方嘅，例如夠晒暖嘅人工海灘啦，仲會有人工浪做出嚟添。室內亦都有小朋友專用嘅休息場地。除此以外，佢亦都有好多可以俾一家大細打卡留念嘅地方嘅，例如 Ice Village 啦，搭貢多拿上去山頂嘅冇冰平台啊，同埋 Cloud Walk。就連食飯嗰條街，其實都會特登放啲火爐啊，放啲台台凳凳喺度俾你感受下冬天風情嘅。兔媽毛嘅另外一個好處呢，就係作為一個困獸鬥嘅 ski resort 呢，咁其實佢嘅食飯真係多選擇嘅，即係你喺裏面住幾日，你完全可以日日食唔同餐廳。即使小朋友有啲偏食，都總係可以揾到一啲餐廳係有嘢係佢喜歡食嘅。好啦，咁今次呢條片呢，就講到嚟呢度啦。我係你嘅北海道滑雪教練 Lorraine。如果你有任何問題，歡迎你隨時聯絡我。